我哥哥是一個中六生，但是好像根本不擔心考大學，一有空就玩網上遊戲。媽媽說他這麼大了，還不努力，將來肯定會後悔。哥哥也愛打籃球，每天除了學習和網上遊戲外，幾乎所有的時間都在籃球練習和比賽上，但他對朋友極好，只要是朋友有事，他一定是第一個去幫忙的。